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前几天在新加坡举办了所谓的 Shangri-La 的对话，这拢内面拢是咧讲国防、区域安全的代志。在内面，美国国防部长会议讲真白，讲咱台湾可能会互共产中国来消灭。佮讲如果无爱听话，伊会 fight and win， 占赢甲彻底。是讲啊，中国的国防部长人伫咧倒位？即马中国敢是伫斗争习近平？今仔日四位专家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平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三位是政大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副教授陳文甲。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是淡江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咱就來關心，這到底這個對話發生了什麼代誌？美國國防部長在5月31日在新加坡舉行亞洲安全會議，指出，如果中國用武力來侵犯台灣，會對着全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前一日，法國總統嘛佇同一個場合來表示講，若是根據在羅西亞侵略烏克蘭。同款的情形在亞洲，中國嘛會威脅到台灣的安全。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警告，來自中國的威脅是真實而且可能真緊迫的。北京若想要佔領台灣，會對印太地區甚至全球造成毀滅性後果。It has to be clear to all that Beijing is credibly preparing to potentially use military force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We know, it's public, that Xi has ordered his military to be capable of invading Taiwan by 2027. Again, to be clear, any attempt by Communist China to conquer Taiwan by force would result in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这是赫格塞斯头一摆伫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谈话，伊强调美国国防部会经由恢复勇士精神、重建軍隊甲恢復威嚇力，用實力實現和平列做優先的事項。赫格塞斯也指出，美國總統川普講，第一任內中國未對台灣發動攻擊，美方目標是避免戰爭，和戰爭成本提懸，也讓和平是唯一的選項。赫格塞斯3日也呼籲印太地區朋友增加自身的國防支出。法國總統馬克宏發言時強調，中美的分歧甲對立，愛各國選要支持倒一邊，是當前世界上界主要風險。也敦促歐洲甲亞洲建立新聯盟，來阻止中國俄國兩國尋求建立協力範圍，更加呼籲中國阻止北韓介入烏克蘭羅西亞戰爭。馬克宏警告，若允准俄國任意控制烏克蘭領土，會對亞洲造成風險，也包含台灣。Because if we consider that Russia could be allowed to take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without any constraint, without any reac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How would you phrase what could happen in Taiwan? What will you do the day something happened in Philippines? 因来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國國防部6年來頭一擺無派國防部長出席，改由級別較低的學術代表團來參加。外界猜測，中國國防部長當軍無出席，也可能是北京佇降低甲美方的接觸戰機，顯示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講是新聞鄭元慶編譯。其實哦，本來這個5月31號這個 Shangri-La Dialogue 這個物件吼。阮是一直咧觀察，看伊些後手有啥物效應出現啊。但是中國敢若外交部一個聲明，安尼如此而已。安尼就不對咯。你感覺真奇怪，因為內面吼，即個他你看到新聞大內面，因美國嘅國防部長講 Communist China 講了差4、5屆，即吼。這敢若是迄陣時，我細漢時陣40、50當之前聽到美國人講 Free China， 甲 Communist China， 即真不友善的這個話語吼，講到這個中國。所以頭一個問題，即今仔3項，一個是會拍袂拍，吼
会救袂救？哦，而且讲一个现役的中校啊 ，Brian Coger， 就讲可能会提前到2026啊。哦，我看到这紧的，我传告阮哦制作员讲，但这项哦要请到4位，而且哦，辛老师讲。即马因为伊会安尼讲，就是讲，即个军中咧清洗，啊，伊咧政局不稳，所以呢，颠倒会来拍，敢是这种逻辑？当然，伊可能想法无啥共款吼。咱先为这个赫格塞斯伊部长伫香格里拉对话讲的话先讲起。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伊的意义的问题。咱知影，赫格塞斯是第一届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通常是东南亚国家对国防的议题，大家讨论的所在。咱知影去年是董军参加，董军嘛有一个主题演讲，前年是李尚福参加，所以照理来讲，这应该是中国甲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所在，好好讨论，好沟通，非常好的这场合。毋过咱知影中国无。董军无参加，派一个小将去参加。你都有讲过，讲赫格塞斯伊讲话足硬有人讲有一个清华大学教授伊参加12档，伊讲哦，这是我参加12档以来上硬对中国讲话另外个一个余茂春教授伊嘛讲吼，这是美国为冷战结束以后对中国上强的讲话。照理来讲，伊这强的讲话，中国应该有一个回应才对啊。你都要讲话讲，伊跟他外交部有一个声明哦，毋是讲迄个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哦，毋是哦，伊就发一个声明安尼尔对。迄个声明甲伊早讲拢差不多啊。毋过伊迄个小将吼，第一讲下昼有一个第四议题内底时阵伊有讲啦吼，伊讲。伊要讲话之前讲，先互我2分钟吼，我回应迄个美国国防部长讲的话，嘛是共款。无伊讲着讲贼喊抓贼问题拢是美国甲以前拢共款。你就会使看着讲，即届赫格塞斯提出这讲的话，其实中国是无准备的。伊无想讲伊会讲这话，一时间毋知要安怎。其实为川普的讲话，若无得赫格塞斯去菲律宾、去关岛、去看迄个美国部队的时阵，伊就讲过啊。伊其实会使好好准备，讲要安怎该对话，甚至派国防部长甲对话。拄啊，像你讲的，表示讲中国即马内部，敢是习近平在指挥，在掌握大权董军无法度去参加，是习近平讲的，还是另外个别人讲的？伊的目的是啥货？毋过，咱看到讲美国这强的态度，伊的目的就第一个叫战略沟通。战略沟通就我尽我的想法，甲准备我甲中国讲。另外就是讲，甲印太国家大家讲，咱面对这个台海这个问题，中国可能随时会攻击台湾，咱要安怎准备？上重要就是讲国防预算要增加。这上重要是讲，恁著爱家己吼，伊其实哦，大家毋通讲伊干那咧骂阿国，你阿强啊，伊其实哦，我感觉伊的重点就是讲，拜托的，恁遮的人吼，恁著好好甲恁的国防预算停，你家己爱防卫啦，毋通靠我这老大的来处理啊。我要问陈老师吼，咱是抓重点，应该抓头前啊，抓后壁。陈老师。不，当年咱拢是爱抓啦吼，因为基本上对咱台湾来讲当然咱过去咱的国防预算差不多2%无够嘛这样赖总统已经讲要增加到3%去嘛我刚刚这是有这个需要因为它是咱台湾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你面对这种安全威胁，你无可能讲你个安尼2%、3%安尼所以。当然，咱无可能讲马上讲会使到讲像川普讲过什么10%迄种程度然后咱慢慢增加比如讲慢慢增加到3%、5%，我刚刚讲这是咱台湾应该要做的啦另外一方面到底讲今日讲以赫尔塞斯讲中国以2027年伊讲习近平下令讲要爱做好准备来拍我是感觉伊赫格塞斯是讲，习近平下令爱做好准备来拍，所以这第一样题，这是讲伊爱做好准备。要个做好准备，是不是一定爱拍？这第一样题。
第二个问题，伊是毋是有法度做好准备，有这个实力来拍？好，其实这两个拢是无确定的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无需要讲，因为安尼有话讲，家己惊家己，然后讲习近平下令讲爱2027年做好准备来拍，然后就认为讲习近平就一定2027年一定会拍。好，这是无共款的话。但是老师，这真歹流量吼，讲啊，咱莫家己惊家己。啊，有人就讲，你看，人即摆乱甲安尼，安也无代志，无代志了，如果大家吼殊荣工商，佮转去，佮无共款啦。啊，这到底这边啊流量这个春秋？不，对咱台湾来讲，咱都是就是物是敌是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啦。咱都做好准备嘛，就是讲你今日按时都拍过来，咱的国防部军方咱嘛做好准备嘛，这是上重要。所以咱无需要关于到底以什么时阵要来拍，上重要是要管好咱家己是不是做好准备。是呢，这是我刚刚上重要讲得真对，但是我要问吼，文家老师呢？咱有做好准备哦。我问我自己啊，我有做好准备无？我无呢，我唔知影到时阵，我是退役的这小尉军官，我嘛唔知影，因为我是独生囝，所以我嘛唔捌参加教雕，吼嘛唔捌参加。啊，红河要密倒位我嘛唔知。啊，这到底是我的错误，还是什么人的错误？文家老师。是安尼啊，其实进国防部啊，吼，为毋是即个准备，其实为1949年啊，就开始咧准备啊。哦，所以几个部分我特别讲出来的，就是讲包括咱家己的训练嘛，吼，啊，甲美国的配合，吼，我看这其实吼是以早就咧做啊。哦啊，但是一个分水岭就是伫1979年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以后，其实即摆。台湾甲美国的合作吼，其本来是表面上怎变地下倒面卡，因为足侪合作其实像简报，哦，其实进台湾的足侪招嘛是拢美国来提供的啊，吼，这是第一部分。第二就是讲台湾即马所有的武器的升级，哦嘛是美国，哦，所以我定咧讲，俺定咧讲咧怀疑美国，其实嘛免怀疑。是安怎？因为美国不管咱的安全，我无怀疑美国，我怀疑我自己啦。没，对，我所以讲。我即利用这个情形，大主持人大家讲清楚，就是讲，伫我来看吼，其实台湾伫家己的政工自主吼，家己自主的部分，其实嘛一直在努力啊，吼，一直努力。其实我识得足侪不管是这边的，也是将军，也是其他的军官，其实因真其实拢伫对对台湾的一个防卫哦，其实拢有在做全面性的一个一个健全吼。第二点就是讲，即马台湾其实拢是以资源业为主啊，吼，以资源业为主。其实咱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会当长期来使用，因为即马武器拢嘛愈先进。其实你若无讲做2、3年、3、5年来处理嘛，无当处理，嘿嘛袂使。所以我看，不管是人员，还是装备，还是规个战略的一个提升，其实。是这几年来，我看起来愈好，愈来愈坚强。是啊，文家老师，这个一个吼，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本身已经过了几工啊？你感觉这个物件除了咱讨论以外，伊会亲像石头弹入去水内面安尼，啵啊，伊扩大到有效用、有效果还是无效果，还是安怎？这通常在过去的这记录，因为这款也是。英国本队嘅 IISS 所举办的民间的机构，但是邀请到正式的官方的人来参加，这到底有实际的效果啊，无实际的效果？其实这是一个论坛嘛，吼。其实论坛毋是在组织，其实嘛无该强制性啊。所以你看，这届要来敢若来咧？所以这届中国像讲谈到迄个新老师就来讲一个问题，讲伊不能派部长嘛，吼。即个派一个国防大学的副校长过来吼，伊感觉认为讲，伊其实伊毋是要对抗，伊是感觉讲伊反正伊从家己的算讲有参加，但是无一定爱甲伊观战，因为中国定参加即个会议吼，因为这西方的民主国家所定咧上西面，伊嘛世界嘛真懊恼讲。所以伊家己开一个香山论坛。对，因为就是讲，即种物件是来遮，反正来遮问一下导游。其实，伊即马目标是要拼伊家己的香山论坛，因为迄是家己的主张。所以你看，中国共产党伊就是拢咧
舞台面上的，吼，就是讲所以咱来解决这问题，就是讲外行来看楼，这内行看伊的门道啊。所以这个中国伊所谓派来的人哦，我感觉是一个以的象征为主。第二点，伊像每年拢派国务长来，其实咱你讲嘛真歹看。吼，啊，迄逐工用无讲中国，算讲军事的军官啊，去当侵略有诶无诶。啊，所以我来看这个论坛的但是派受辱的嘛，会去用洗面世界。我看迄人喺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人讲甲安尼，台卡每一个人笑甲嗨，安尼去用洗面呢。其实你若去派习近平来嘛无效，是安形势比人强。因为这种因的人，这种民主国家的人，啊，唔就大势不妙咯。啊，所以咱你讲的嘛免派伤过强的人，第一就是讲啊，就是阮用不用洗面，不如叫囡仔洗的。第二点就是讲，伊个一个策略就是讲啊，用下司来对上司。哦，我就是教囡仔，我叫教囡仔就应付你啊，我甲你叫大人来，恁这囡仔就来处理掉啊。哦，所以有两方面的一个策略啊，所以嘛要了解。哦，所以先互观众朋友了解这个香山论，这个香格里拉论坛。但是安老师，你感觉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美国人采取这个立场，在这个场合讲了遮硬话，是要讲互谁听？是要讲互台湾听讲？你都爱叫军备爱跟提升，尤其恁遮亚太，大家皮爱平较硬的，是这个意卖，还是讲无？你中国我？就这个场合讲互大家听，你感觉？这是一个对话啦，啊对话，这重点就是一对话嘛。啊，中国当然即届无派国务长来嘛，啊，但是国务长伫个大陆来讲，伫中国来讲，伊个是无权的，无军权嘿，嘛无权，因为伊无副部长，嘛无司嘛，伊就是一个类似对新闻记者咧宣传用的啦。伊这个部长是风上头的意思。系啦，伊这无权的嘛。啊，当然美国就安尼讲，重点咧看到讲全世界局势咧变化。美国就是讲，咱即马就是伫对中国这言，为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加马来西亚、加新加坡，这是一个第一岛链。我感觉伊就是咧讲互这人听嘛。美国就希望讲大家军事的投资较成功的，爱个增加起嘛。吼，包括咱即马来，咱上简单的就是咱台湾加韩国、加日本、加菲律宾，这个目前是无啥物组织的呢。就是讲美军踮伫个韩国是4千，踮伫日本是3千，吼啊，要指挥伫夏威夷，吼啊，所以这指挥权无统一来讲，比如讲印太的指挥将指挥权伫日本，吼啊来调到4千，啊，达韩国降为3千，吼啊，就统一来指挥，安尼政区一体化。安尼可能对安全上，安尼较有一种战斗力嘛。吼，安尼来调整一下，我感觉这咱即马这拢是理出大战了的局势啦，但是爱改变啦。吼，啊若这样咧了，顺对中国当然，中国会感觉较有威慑力啦，吼，伊较会惊啦。啊无伊若袂惊，当然伊无插小咱嘛，对无？敢是安尼？吼，啊所以感觉这就是一个对话，啊对话就是讲，除了对家己人对话了，那么爱了解对方要讲啥物。对方要做啥物嘛？啊，所以中国一定派人去遐听的嘛，甚至去遐了解人、熟悉人嘛。中国最上厉害就是情报爱来吸收一下，所以一定会派人，伊无派人，只是讲伊无要甲你对话的尔，伊是干那要了解你咧做啥物，这是中国的动机。所以后来就发这个声明，抓民的声明，这就是应付啊，尔。伊当然应付啊，哦，即嘛军咧中国军内部。即嘛面顶咧斗争，权力也无稳啊。到底是上咧倒一派，倒一派，大家嘛搞看无嘛。咁是安尼，伊这斗就看无够，迄无透明嘛。啊，所以下骹的人，你就是赶快照赶快爱做啥物做啥物。啊，面顶看到尾啊，上出线再来讲啊。所以若是安尼，军方就咱莫讲一乱啦，你讲也搁咧调整啦。伊在咧调整的时候，伊敢会是贸然出兵吗？这嘛中国的军会上大的领导才7个人嘛，这嘛已经3个已经是落台啊嘛，对无落台啊嘛，所以一半无建立啊。啊，习近平上台来，吼，今年10几年对无，已经100外的将军可能了落来啊，哦，已经可能了落来嘛，就是讲啊，基本上你来讲，吼，2027年。伊要拍台湾，
这可能性真低啦。对那个我陈老师讲的，就讲，伊是有下令，就讲要完成攻台的准备，要完成。啊，当时要拍唔知，伊要完成嘛。因为2027年是咱就是中国的解放军，伊讲100年嘛，建军100年嘛，所以伊要往着准备起来嘛。这当然是威吓，但系要等惊嘛，要等惊。伊若讲为人去解释讲，伊是咪今年迄个习近平要第4任，所以爱摕台湾。照你讲是讲，伊目前也讲要真正习近平要第4任，伊是迄个落定年金啦，嘿，10拿10稳啦。伊拍台湾无定10拿7稳，10拿6稳，愈袂稳，这对伊的连任无帮助。所以这方式是无啥可能啦，无啥可能。而且除非讲伊无发展经济啊，伊即马甲美国咧科技咧竞争，科技竞争上重要，上爱挖上爱靠台湾的。伊若无台湾，伊就免甲人竞争啊啦。所以这部分目前看起是无啥靠，但是咱就要准备，咱要准备，互人感觉讲拍台湾，毋是3点钟久，毋是3天，毋是3礼拜摕落来。伊若感觉讲若一拍落，比如讲乌克兰安尼3年，伊就袂拍。所以咱准备起来，准备互伊讲要拍台湾，毋是随时摕落来。那随时摕落来伊就拍，摕袂落来伊就袂拍。是。所以这是安尼准备所在。是。谢老师哈，有一种讲法讲袂拍，不过就是2027是建军100年是中国解放军伊的现代化的这个计划当中，伊必须要完成，所以大家拢误解去，因其实是无攻台计划，这有这种讲法啦吼。这个齐乐毅先生吼，也真强调这项代志，就是讲，这就是无这个攻台计划啦。伊问甲吼内面的这个人吼，无，这是我唔知情报是安怎，但是有处一选，谢老师。其实咱知影，伫迄个习近平去见拜登的时阵，伊嘛有讲过，伊讲我唔知影2027有攻台计划，伊讲伊唔知，吼。另外就是讲伊甲迄个回答讲真艺术咯。系啊，伊讲伊唔知有即个计划啊，大家拢无相信啦吼。伊个含迄个后面的迄个领导人个讲，美国想要甲我怪我去拍台湾，我才袂见，嘿，我袂见吼。为了讲，可能大家讲敢真正安尼，我是无啥相信啦吼。我是感觉伊一定有计划。若是我是中央军委主席，我一定要求讲。中央军委，您准备一个公台计划给我看。你用 AI 给它下出来。你先给我下出来，我看一下，看会使无？但是像讲印太司令部，伊嘛有这个计划，伊嘛讲中国若拍台湾，美国会安怎做，日本安怎做，菲律宾一定有这个计划。但是讲两个手段嘛，第一个武力嘛，第一个就是讲和平统一嘛。那和平统一袂使就用武力啊，这是绝对是安尼啊，因为和谈两手本来伫中国咧做。即马就是讲时机的问题啊，刚才我也讲过时机的问题，对，你准备好啊，我随时会当拍，会当赢，这上重要啊。对台湾来讲，就是我知影你要拍，我嘛做好准备。你来拍的时阵，我袂使输你，我会使拍赢你，这是军事。毋过渐渐发动拢是政治，你要理由，你要有借口，对无？就讲罗西亚要攻乌克兰，伊讲乌克兰你是。纳粹化、核武化，伊就讲罪名啦。对，你爱理由甲借口啊。即马那台湾无啥物理由是。无啊，伊就讲咱台独啊。对啊，你台湾有证据啊，毋是讲你讲的啊。你讲台语就台独啊。安尼。你拄仔有讲着讲，有一个美国的中校讲2026年，咱遮伊虽然伊是中校，毋过可能伊讲有足道理咱袂再讲看伊阶级，就讲你讲的无准算，你讲的无准咱袂使讲伊是美国的，可能有啥物情报，伊可能中国2026年会拍。咱即摆看中国内部的情形2027年伊无可能迄个10月21大时阵拍嘛，对无？伊上无嘛2027年初，那年初要拍即嘛要做好准备。其
今年9月是抗日战争80周年纪念，伊若要阅兵，要93大阅兵呢。嘿，要大阅兵啊！你遐迄个罗西亚普丁讲要来参加，咱唔知啦，唔知有阅兵我唔知，伊嘛开始准备，对吧？但是我是感觉伊巴肚咧加滚，伊即摆连四中全会了也未开。对啊。四中全会了后，伊敢有时间准备？那四中全会啊，习近平落来2027的这承诺都无准算啊，对无？可能后壁领导人有把你拍算，啊，不过这拢是政治，这拢是时机。对台湾来讲，就是讲像美国即马咧讲的，哦，你安怎强化你的国防武力？但是有一个军事的物件，就是讲 ，Hexas 讲吼，伊个 PIPIR 武器的维修在地化的可能性。台湾有通因为来参与着这武器在地维修无？其实即摆已经咧做即款物件，咱知影 F16台湾是全世界上济，吼咱台湾会使做 F16维修中心，所以咱也有台北店。毋是台北店啦吼，其实可能别个国家吼，较细国家，因若即个飞行机若有啥问题，会使来台湾来甲做伙维修。所以有一届即个美国 F16降落在屏东机场，迄是来加油啦，来加油啦，来换乌链，来换乌油的啦。另外就是讲，伊这维修了之外吼，佫有即个国防产业合作生产。咱知影美国的国防产业有足侪是红色供应链，有即个零件是为中国来的。啊，即摆若是讲美中若有冲突，啊，中国若制裁，甲你缩起来，那缩起来，啊，伊当然要找，伊要去红色供应链，伊要找替代方案。你看到这几档吼，台湾迄个无人机的厂商，走去东欧，走去美国合作生产，就是符合这个赫格塞斯所讲的这个计划。就是讲。那美中也是伫台海要拍起来吼，你若为美国咧输送这个后勤的装备，可能袂赴，所以伊要放伫日本，放伫菲律宾，啊，另外大部分嘛放伫台湾。哦，了解，对，了解。但是吼，张老师，即新加坡的这个国防部长陈进成，伊闭幕式的时阵就讲哦，恁这台海的问题哦，恁中国人恁家己去处理，吼。当然啦，我会当理解着新加坡的立场啦，但是伊嘛会当无讲即字啊，伊是挑伫讲即字，还是咱可能是用汉镜你来听讲，你安尼无讲，你就讲阮中国人，吼，恁安尼中国人，还是挑过伊要家己画一个红线讲无我的代志，恁是来开会会使，会谈会使，啊，恁中国人我就莫得罪，谢谢。学这个李在明啊，谢谢，安尼是不是安尼？哇，这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吼，伊是一个座谈会论坛，就是讲咱安尼四个人啊，下骹有即个记者，记者甲你问，这记者问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然后伊回答，所以这毋是讲一个真正式的一个政策的说明我认为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应该对于这两岸问题，伊无遐敏感度无遐高，无遐深入的了解，所以我认为讲伊迄句话，伊应该是讲无心的这句话啦，所以咱听到真碍腰啊。对啊，另外一部分就讲，就算讲新加坡伊国防部安尼讲，我感觉讲这嘛对咱台湾也无啥物偌大影响啦，因为新加坡伊毋是讲对台湾非常有。重要的角色的一个国家啦，对咱台湾来讲，上重要是讲，即美国啊、日本啊、欧洲啊一寡国家，伊的态度是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无需要讲受过讲去夸大讲这好像代表讲安尼问题，因为新加坡国防部长其实伊后面又继续讲，伊是安尼讲，伊讲新加坡袂你美中两个人两边去选边。我袂讲离美国甲中国两个来选边，你若真正爱我新加坡来选边的话，我新加坡我会选择徛离国际法、国际法甲国际的规则这边。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大家都是袂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就像讲联合国宪章里面规定的，袂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其实新加坡国防部长伊这后面讲的话。
其实咱中央社嘛有家整理出来，伊其实伊强调是讲，希望讲大家拢卖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式，然后大家好好来长雄，唔是讲有讲用一寡威吓。而且伊国防部你有讲一句话哦，伊讲你袂使讲用一寡历史的观点，然后你就讲你有这个资格会再来拍，就像讲这乌克兰，伊讲乌克兰俄罗斯一拍，对，俄罗斯一拍乌克兰，伊就讲什么啊？历史以来你乌克兰好啊，俄罗斯统治过，啊你好啊统治过，所以讲我感觉讲你乌克兰唔是一个国家，所以我普京刚刚我有道理再来拍。啊，新加坡国防部就清楚讲嘛。啊，是讲安尼理由会使成立，啊，我对我新加坡是真危险的代志嘛，因为新加坡伊300万人的人口，伊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土地啊，啊是讲俄罗斯伊拍这乌克兰会使用这个理由，安尼以后马来西亚要来拍新加坡，伊嘛会使用这个理由嘛，啊，同样的嘛适用咱台湾问题嘛，就是讲你中国，你袂使讲哦，所以老师你甲解读讲，伊算做有咧做公道话啦。我是感觉讲，伊是将伊的观点安尼讲出来啦。伊所讲的啥物这问题下两岸的中国人伊家己去解决。我刚刚讲这是无心的一个言语啦。好，迄是唔是讲伊真正有这个政治的一种策略、政治的目的，伊故意要讲这种话啦。因为对于新加坡来讲，伊其实甲中国、甲台湾、甲美国其实关系拢袂歹啦。所以我是刚刚讲，无需要讲去夸大伊讲的一句话啦，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场合啦。所以咱那个放一耍就对啦。对，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场合嘛。来，文嘉老师，你安怎看讲？尤其即摆中国他到洪老师也讲，100几个将领拢死落来，而且即摆7个军区内面3个，即摆拢知名去，佫出来佫这科技量，突然间。过身去，这顶头来传言足济。老师根据你的推论了解，咱莫讲这是真诶假。你讲这个军区的这将领安尼，这在中国的这49年了后，这敢毋是正常的代志啊？是，其实你讲正常无正常，其实按来比较，这个迄个1960年到1976年，这个文化大革命时阵，其实佮愈含糊。迄当然是安尼看历史来看即摆的情形啊，当然是毛泽东，因为伊都袂爽刘少奇，希望话刘主席万岁，所以就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来夺权，来洗害军队、洗害老师、洗东洗西。其实习近平你来看，伊即嘛是咧学毛泽东啊，就讲你若无听我来洗掉，因为人太济嘛，所以我是感觉甲一般的。评论家较无共款的意见，就是讲，其实习近平老实讲，伊即马已经做第3届啊。伊若无绝对的权力，无通做第3届。伊班咧洗害人，只是讲，伊个咧一点仔补充的。古早时阵，毛泽东有一个特色，因为啥呢？毛泽东是因的任期无限制，无迄个无。迄阵时还无迄个啦。啊，总理嘛无。你看像毛泽东就永远就做主席嘛。迄个周恩来，迄个周恩来伊就永远的总理嘛。即摆伊就较宽，伊讲敢若国家主席是无迄个任期的限制，但是对李克强伊来讲，伊讲有限制，所以叫伊落来。所以这个物件我感觉伊即摆满朝尽是习家军的过程中，伊来看啥袂爽就上来掠落来。安尼我讲叫做抬价架高。所以会通在讲，最近嘛在讲，已经连续2礼拜无出现。无出现啊！对，无出现足侪问题啊。第一就是讲，嘛不伊身体袂做组织；第二点就是讲，伊可能要应用较大的战略，也是讲其他有啥物想法。只是讲，安尼他先用另外一个思考来看，泛略主义来看，伊若总假设伊的军权、伊的人事权、伊的所有若无直接，伊早就落台啊，靠近个真个好势溜溜。所以等下有人讲伊当一提拔的人，伊会当看，像拢总的人是咪提拔较忠心的？这个袂使就换掉，因为人太济嘛。像讲伫校嘛是共款，像讲校长要选教务长，要选什么长，刚这个袂使就换掉嘛，对无？
敢有人讲啊，这个校长愈换人，伊愈无权，我来看这问题，就是讲伊愈占权，若袂配合伊老师太济嘛，一个校长不600，对啊。规老师，你看像迄个沈教授就这个感觉嘛。我是讲，毋是啊，我是讲，若是大学来看，还是迄个大学甲阿强也无共款。毋是，无共款是无关系无毋对，但是是讲，伊表示讲伊有权。伊若总若无权对共款的，若当事人若无信任伊，若私立大学无信早就要换掉啊，是毋是安尼来看？我是用另一个思考来看。哦，因为啥呢？因为习近平自然为第一任、第二迄种看水饺看较紧啦，但是愈看水饺，伊愈看愈硬斗。哦，啊，伊他现在也透过足侪管道迄来观察，只是讲伊若无强，其实美国就袂去拍伊啊，共款意思嘛，就是讲伊若无强，你像美国就袂去注重，是讲非洲啊、东南美洲就袂去注意啊嘛，就是注意比伊佫较有威胁性的，伊较去注意。所以表示讲，真习近平，我看伊嘛是即嘛大权在内，而且伊佫愈有威胁性。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颠倒版的推论啦，吼。是。那洪老师你安怎看？有人讲无咯，啊，佫一个张又杰啊。张又杰啊，甲伊也无对头。你尤其你红二代，我嘛红二代，恁爸是开国元勋，阮爸嘛是开国元勋十大将张宗顺之一啊，嘛是伊啊。所以有人就安尼做文章啦，吼，老师安怎看？我是感觉这个因这党内斗争吼，应该是习近平较悬，啊下骹则军的咧斗悬，下骹咧斗，毋是我无感觉是张又侠咧斗习近平啦，就是讲有，比如苗华因系统，吼，就福建军咧，加这陕西的，就张又侠这，你顶讲我掠你的火箭军，啊，我就掠你的人嘛，就下骹人咧斗啦。因这毋是跟你挑战习近平啦，因为毕竟这人拢是习近平扭起来，所以这大家拢去大家讲咧斗习近平，基本上我是感觉是下骹的人，咧为着2年后，为着2027年，大家要占位嘛。啊，你张又侠老实讲年岁嘛够啊，伊嘛要退啊，所以基本上我感觉伊是为着因的人咧斗，毋是为着伊自己，毋是咧斗习近平啦。吼，啊，过来就是讲。这个斗争，咱来看就讲，哦，这中国的军人，若毋是自杀的、跋倒的、跳楼的，突然间心脏无跳的。对，我看到咱台湾的军人够勇呢，7楼8楼啊，去大陆拍球，搁伫来花统一，吼，当然毋知什么统一，啥物人毋知影啦。就咱的军人吼，精神拢极好。较活较侪岁，军50岁就退休。吼，啊，就大家搁伫遐花，吼，所以比起咱台湾的军人，看起来较幸福哦，较幸福。过去大陆画统一的，吼，上统一上唔知影啦，吼，啊，但是搁安尼拍球，所以看咱的军人是应该是较优秀啦。是，但是我一个疑问就是讲，那如果洪老师你所讲的，就是讲张又杰是为着伊家己的这个好啊，还是讲伊家己的这个长属要来以后的这个路，所以来斗。啊，习近平袂感觉讲，安尼袂使，恁这两派安尼乱来乱去，你们小点点的，来，拢叫来，卖这，我就一个分一个包啊，一个馒头包啊，哦，转去，袂安尼吗？包啊是习近平啊，你安尼就应该要啊。歹势，我即嘛基本上是安尼，这是习近平制度改变，过去是要叫做集体来咧敬人面试，即嘛是习近平一个人爱面试面试50几个，啊，咱大家分了面试，即嘛是制度咧改变，毋是像较早讲，咱大家分好，往分咧伊无分，我一个人决定，这样就决定，哦，所以我就面试了，感觉上会使升，上袂使升，啊了下骹的人搁后一级，伊就面试后一级的人，所以这是制度上伊去改变这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啊，所以小派系嘛，啊，要斗争就简单的啊。你习近平，你就是用反贪腐你样掠人嘛，吼，你掠人，所以我就同你检举，你个人有贪腐嘛，你要照这制度你行无？所以嘛是爱办啊，嘛是爱办啊，就是所以用这制度，用伊的制度来咧算因来对斗争的武器啊。老师，因的将军的晋升吼，因的制度是安尼啦吼，咱知影伊的政治工作部还是政委是负责人事。
所以应该是政治工作部将符合相关的人拢合做伙，政治审查甲伊的表现，上调伊的派系，伊属于送的派系。啊了后，伫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啊最后习近平伫开会所决定，倒几个人要升。咱知影习近平一个说吼，整肃这军中的将领，就是讲习近平伫18代进前啊，伊要做军委主席的时阵，伊就看到郭伯雄、徐才厚伊的贪腐，伊就知影讲，这两个人这10当升足一将军，拢是贪腐，拢是上级，拢黑西，拢爱收起。啊，这个人拢爱通拢洗掉，啊洗掉，伊一个人嘛无一定讲，伊大家拢熟悉，爱有人甲帮衬。哦，啊帮衬，第一个就是个苗华，啊，第二个就是讲，咱只你拄仔讲到许其亮拄仔死去嘛吼，伊嘛是帮衬足济。听讲伊是用心帮呢，用心帮呢。对啊，伊想讲伊负责处理像迄个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其实拢是许其亮伊咧处理嘿，拢是伊咧处理吼，所以就是讲，伊即摆那突然间死去吼，啊拄仔洪教授提到讲张幼霞的问题吼。我是感觉，我感觉毋是讲习近平放两个派系伫遐斗来斗去，我感觉即摆真正是有另外一个派系要针对习近平，要经手，还是要甲挑战。我会使估差不多11个证据啦吼，讲即马习近平伊个中南海伊个权力已经愈来愈弱，愈弱啊。第一个就是讲。像苗华、何卫东，伊提拔的将领，啊，这样来拢甲我洗掉，啊，这第一个，就是讲，第二个就是讲，起码有咧相关的人，啊，这个人拢毋是习近平派系，啊，甚至政治官员嘛是，上清楚的就是讲，香港中联办的主任郑燕雄，啊，伊早是迄个汪洋，因为强调讲爱镇压香港。哦，啊！伊早伊伫乌坎事件嘛，是镇压乌坎事件。我样就是讲，这个人永不录用。啊，毋过伊伫中联办过来当安尼，啊，即摆都换掉。哦，啊，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咱知影伫有一个习仲勋纪念馆，啊，本来用习仲勋纪念馆，啊来改名叫关中革命纪念馆。哦，那习近平即摆权力做大，上家安尼做，对吧？啊，第四个就是讲，胡锦涛有讲的话，什么集体决策、什么文化决策，这个话放伫习近平伊的书面的讲话资料内底。啊，毋过大家拢知影这是胡锦涛讲的话啊。第五个就是讲，像胡春华应该是永不录用，伊无进入政治局。啊，毋过你看到这开始运动安尼吼，去国外访问。哦，啊有发表讲话，啊，你敢若胡春华已经挖过来，同款吼。第六个就是讲，咱知影习近平讲话啊，有所谓的标配就是讲，啊，你若讲到习近平，你爱讲2442啊，2个确立，然后维护，4个自信4个自信，对，哈，啊，第七个就是讲，即摆有一寡谣言啦，讲蔡奇啦。王小红啊，即马拢反水吼，可能不爱甲习近平做伙吼。啊，第八个就是讲，咱知影任志强吼，一个房地产商人，互关起来，伊是伊讲啊，习近平就是无穿衫的国王，啊，互关起来。啊，北京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去甲看，啊，去挂肉粽去甲看。啊，若是讲习近平即马权力足大，上甲甲看吼。啊，第九个就是讲。习近平15天都无出现，啊，伊现在未出现，有人讲啊，已经互关起来，啊，第二讲啊，伊身体足歹，无法度出来，哈，啊，第10个就是讲，这2天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国事访问呢，啊，毋过你无看到国家主席出来甲接待啊，啊是安怎？嘛无人讲迄个中央政治局内底向代表习近平甲接待，啊，这嘛足奇怪吼，啊，第11个就是讲。韩国拄啊选一个新的总统，啊，中国的贺电伫对，时常要发这个贺电，啊，这11个证据拢证明讲，即马伫中国内部有足大的问题。我是无感觉讲这是张幼霞要抢夺习近平权力，我是感觉应该有更较悬的。有人是讲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这3个人，啊，毋过指数这个张幼霞用军事的力量甲压迫习近平。
吼，即马这款的讲法是较合理啦，我感觉的。我是安尼想吼，就是讲，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讲我食强病，我下调罪己，讲我歹势，我做了无好，所以我尽量讲达恁的言论。吼，我爱改啥物，我就好好来改。无可能啦，无可能。啊，若是无可能，咱就是无就是陈老师洪老师恁所讲的，无伊愈来愈硬，愈来愈暗，而且是两边斗来斗去。但是这对石强病敢有好处吗？有这好处，众星拱月。我感觉引蛇出洞啦，因为白俄罗斯来要来访问，一定是安排好才叫来，不能安排好现在叫来。叫伊卖来。而且习近平嘛，该见面，这嘛拢有出来啊，拢有出来啊。有出来，一定出来啊！已经出来，已经新闻拢有出来啊！见面，我是感觉这是包括胡春华是感觉伊是咧引蛇出洞啦。胡春华啊，毋是吼，伊党无叫规定讲，伊去访问，还是会曝光，伊嘛唔敢去，嘛，对无？啊，所以因为他讲哦，上过咧人胡春华，伊就看出来就上咧人嘛。我是感觉伊即嘛权力应该是较稳啦。是，所以我个要补充就是讲，就是众星拱月，像文革的时阵，嘛是这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引蛇出洞。哦，你即摆来，你也讲，哪个有横脸的呀？有什么咱讲有来派系啊？伊咱来扫扫是扫扫，因为人太济嘛。哦，这最近深的，陈老师你安怎看？中国伊是一个独裁国家啦，吼，这种独裁国家，伊迄内面迄权力安怎斗，吼，迄就像宫廷政治共款啦，吼，讲实在话，吼，所以外面当然谣言真济，传言足济啦，吼，这我嘛拢尊重啦，吼，哦，因为我感觉讲，吼，基本上这种。还是止于传言啦，哈！啊，郭北公，我非常明确的证据，讲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啦，好，呀，大权旁落，以5月9号到11号，以北宫细钢遭遇俄罗斯，告下伊细钢啦。好，我刚刚迄无可能代志，伊来面你软性政变，然后一个会遭出去俄罗斯细钢，哦，也是讲真正内面有迄权力很严重的斗争的话，因迄。中国的股票袂讲竟然讲遐尼平稳，但是咱可能是武侠小说看伤多啊。这叫谣言反共，用谣言反共，谣言反共。咱武侠小说看伤多，那个陈友谅当初时就是劫持甲这个丐帮的这个帮主甲抬死了，处一个人吼，来演这个丐帮的帮主，吼安怎都安怎。咱也唔知影讲到底。中国实际上是发生什么代志？但是我要问吼文家老师，咱是要安怎来观察中国的这个政权有稳无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伊若是真正要拍台湾有动向，应该美国人会先互咱知吧？伊军队总是爱有人嘛，无对个无就是无人机来甲你扫嘛，应该嘛是爱军队要调动啊。但是嘛，现不现7个军区就是网站顶头你无名，这是啥物证据？哦，第一来看吼，要看这个政权有稳无稳哦，其实就是看，咱讲会头先看电视嘛，看袂啥会准，就是讲，其实因为迄个啥中国领导人，伊是有要守这一个神人呐，一个神，所以伊会透过平面的媒体较济。平媒体，因为电视吼，那你讲的他现在伊啦身体无好还是啥个，较会用看衰小，讲啊已经身体袂使，所以一般是拢用平面的来处理，所以这段时间平面拢有出来，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到底阿强啊，真是有要拍台湾，无要拍台湾？其实美国的足侪，不管是军人，包括咧中校，也是其实阮直接遐个地库的迄个学者，其实。因拢一直讲2026、2027，但是我是认为讲，这是伊对咱一个警告，嘛毋是绝对的啊。老实讲，伊若要拍台湾，我必须爱有2个条件。第一就是讲，伊敢有自信讲美国别来介入，还是讲伊的能力有法度人反介入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中国到底有乱无乱？因为一般我来分析这2点，就是讲。因为1949年到即摆时啊，阿强也无来拍台湾，有2个迄个嘛，有2个限制条件，就是讲，因为台湾嘛有各方的武力，台湾会反击。第二就是讲，美国一定会来，像当初1996年嘛是派
派航空母舰来保护台湾。吼，这是拢因为是美国会叫做介入的介入嘛吼。啊，第二讲，即摆若讲中国若无乱，因为若愈乱，习近平伊是咪是用台湾来化解伊内底内部的矛盾。吼，这是我感觉一个部分。所以按来看。大疆来拍台湾，咪是爱看一个，毋是司机论，是条件论。条件，你条件敢有够？哦，你条件也无够，当然伊就无当然拍。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迄个中华民讲一个问题，讲伊若要拍，伊可能会去拍日本、拍美国，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是安怎？伊若要拍，一定就是拢已经准备好，讲伊法度通去处理美国甲日本的问题。哦，一摆就要处理大尾。伊先将日本。咱你讲的，空军就是伫迄个 Okinawa 嘛，吼，啊，伊海军就是有卡嘛，吼，共款意思就是讲，伊要将这个拍掉，你到台湾就无人会来救伊，无救台湾，所以伊当然伊会安尼来处理，只是讲，这嘛较含糊就是讲吼，美国甲日本嘛袂放中国来这个来负责三位啊，嘛无可能，所以我来看呢，不管几年甲几年，其实这种技术上重是有条件无条件。是。洪老师，但有一种讲法啦，拿牙的讲法就是讲，到时阵因若真正拍你什么，你美国人就即通常拢安尼讲咯，美国人无一定会出手啦，你唔通啊笑想啦，日本人嘛无一定会出手啦，韩国人哦，搁看便便啦，咱爱用什么方式来思考这种讲法呢？即嘛就是中国甲美国咧即嘛咧竞争吼，咧竞争当然有一个。伊一个看的指标啦吼，就是讲台湾海峡，若是比中国的国内海，就是美国就输啊啦。即嘛台湾海峡若是国际海，就是美国目前阁是国赢面嘛。所以这印太战略就是讲，伫台湾海峡爱自由会使行，这就是国际海嘛。所以即嘛就是这是一个足重要指标啦。当然拄啊，你咧讲到新加坡国防部长，你若是台湾海峡比中国国内海，即若战争落是马六甲海峡嘛，拢无效期安尼。即运输贸易量拢有遐经过，他无食，所以咱即嘛拢要维持讲台湾海峡变成国际化，好自由航行，你大家做贸易嘛。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指标在看咯。这竞争，所以为什么万一这已经台湾有防威胁到，为什么美国、日本、韩国为什么要出来？因为这是台湾海峡这个。最重要的，这命脉，这种上重要。不管你贸易、你石油，拢要经过这。是，那是要来反驳，新老师要来反驳这种讲法，就讲是爱讲，因一定会来帮忙，因一定袂讲啊，这个袖手不观，袂插伊，一定会来插。但是只是插的程度是如此安怎，是安尼来回答吗？还是安怎来思考讲？人甲你讲无啦，因拢袂来啦。因才有可能为着家己利益嘛，日头赤呀，虽然过性命。要安怎来思考这个回答？有这种讲法，就是讲，那今仔日美国甲台湾甲以前共款有防卫合作的协定，无人会讨论这，大家拢相信，因为伫台湾有美军，美国一定会介入。那阿强拍过来，即马就是讲，美国甲台湾敢若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内底嘛无讲美国嘛爱介入，进前拜登总统有讲话讲要支持台湾，讲5届，毋讲伊无讲伊会派兵派陆战队到台湾来。所以无共款吼，我互你空军，我互你武器，我一辆你到大药。有路边加油。是袂安尼啦，这讲安尼就是概率嘛无一定。我是讲支持支援啊，咱知影迄个川普总统做总统了后，即个媒体记者甲问讲，你敢会支持台湾？你敢派兵入去台湾？伊拢无讲，伊讲我无爱回答。无爱回答，毋是表示讲伊无爱。咱知影伊只是保持一个弹性甲主动毋是讲我若讲到时我若无法度做会到要安怎还是讲我若讲中国一直甲我攻击一直甲我讲讲你违反美国甲中国安怎协定，还是关系，还是安怎伊保持一个弹性毋过咱爱看讲台湾这个所在伊的利益甲美国的利益甲合作伙，若是讲美国感觉台湾上重要。
因为伫地缘战略来讲，台湾是第一战略核心地位。那台湾无去，阿强的军队会使直接到美国生化。哦，第二就是讲，台湾，咱知影即个赫格塞斯伫香格里拉对话，伊嘛讲过，讲台湾发生战争对区域、对全球来讲影响足大的。毋过影响最大无代表讲美国会介入吧？啊，比如伊甲大家讲，你袂使互台湾陷入战争哦，战争了后影响足大哦，所以大家咧做伙合作，莫互咧这战争发生。贺主是上重要的，毋是讲战争了后，咱研究讲要安怎判赢，是毋免互即个战争发生。啊，大家都甲做伙，加叫讲，你若要拍台湾，阮拢会徛出来来帮咱台湾，是安尼。好，感谢四位，谢谢，感谢，谢谢。